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初5夜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你知。内阁要改组这时间点，将有可能在立法院的会期结束了后，由风声讲前副总统陈建仁会来接行政院长。中国几个大都市宣布这防疫要放令，不过这机票起价上海飞汤圆来回机票要7万外块台票。但这点车站要刷设备去到美国设厂，有专家烦恼讲，台湾的技术会去互美国吃。民进党第9合一选举选输了后，内阁改组声音一直传出来。张总统蔡英文要甲这府院也个党内高层叫来开会，要伫个立法院会期结束了后，全面检讨府院甲内阁人事安排。前副总统陈建仁有风声讲，将有可能是未来行政院长的人选，不过伊本人是无正面来回应。另外，今仔日行政院也证实讲，这内政部长徐国勇因为个人健康因素被辞职，但是苏贞昌有介绍。大家知道，部长长期都有气喘和脊椎的一些问题。原定初5要出席立法院备询的内政部长徐国勇突然请假，改由政务处长华敬群代表备询。行政院证实，徐国勇因为个人健康因素提出辞呈，也不过苏贞昌有愿继续慰留。蔡总统测时邀致府院党高层开会，定调伫立法院会期结束了后，全面检讨内阁布局。前副总统陈建仁是方点名亲任阁揆竞选。副总统有可能阻隔吗？谢谢。你有可能阻隔吗？谢谢。所有的这个氛围总统都感受到了，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对社会很正面的回应。内阁特别备面改组，各部会首长什么人会移动，特别受到注意。政务官来去随缘我想说，每一个政务官都会把握当下做好该做的事情政务官本来就是没有任期，依照借调的这一个期程会来办理。红点名是陈时中败选正犯之一的卫福部长许水环，也方观察敢是移动。南亚立委是点名，驻美代表萧美琴甲外交部长吴钊燮可能互相换职务。是还会想要留任吗？部长，你有想要留任吗？过了吗？有人说你跟萧美琴代表可能互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事情？我没有听说这方面的事情。吴钊燮强调，政务官应该负责就负责，应该离开就离开。立法院会期了后，执政党检讨内阁人事，外界高度关注。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伫这届9合一选举选输了后，这总统蔡英文辞掉党主席，风声讲赖清德已经当面向蔡英文表态，有想要来这竞选党主席。立委林俊宪表示，不清楚赖清德和蔡英文的谈话内容，不过认同这是赖清德跋倒闪的责任。也拿这个赖清德办公室回应讲，目前是还未决定。副总统，请问会选党主席吗？副总统。听到敏感的问题，随个头划过。副总统赖清德初时去高雄参加北美洲台湾人医师协会年会，不过各界更较关心讲，伊敢有要选党主席？有平面媒体报道，赖清德迄天甲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等人开选后检讨会议的时阵，有表态讲要选党主席。个人是蛮赞同的，因为这个主席是要承担、要检讨、改进、再出发。我想现在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不过这个也是赖清德副总统一个责任赞成反对的声音他都听到，他也都了解他必须要做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思考。要呼吁赖清德提早参与党籍的立委柯志杰，伊讲伊支持赖清德，也拿立场靠我赖清德的立委林俊宪嘛认为讲，这是伊袂当走闪的责任。不过赖清德办公室透过声明回应讲，各方的声音是真侪，嘛有持较保留的意见，目前伊是还未决定。现阶段会多面向，尽量听人民的声音，也若改革甲回应，敢会当符合社会期待才是重点。另外，加做代理党主席的陈其迈，以宣布中立为理由，无要评论竞选。人选不评论，好不好？因为我要维持选务的公正，也不晓得还有谁要选。桃园市长郑文灿、屏东县长潘平安，甲参选新北市长的林佳龙等人，拢捌去互点名可能会参选，不过无人正面回应。也若民进党补选的时程还未出来，照程序，党中央就要举行中执会，佮通过领表登记、辩论、甲党员投票等等的程序，差不多要1个月。陈其迈代理党主席的时阵，嘛讲要伫明年1月中完成党主席的补选。一
即嘛日子愈来愈晚，虾米人来带领民进党好好检讨，重新搁再出发，嘛正做大家关注的焦点。记者综合报道。前新竹市长林志坚和桃园市长郑文灿落去予台大撤销学术学位。郑文灿今日表示内心有遗憾，希望未来这学论的审议会当建立更较明确标准。那也是要求教育部就要随来针对着台大这个问题源头做检讨，剔查国安局长陈明通伫台大国法所教册时阵所指导的学生论文。不过教育部长潘文忠回应讲，莫因为个案就予台湾的学术就安尼升级到国家关节。伫国家图书馆的网站上，搜寻研究生郑文灿无显示任何资料。唐市长郑文灿的台大国法所学术论文防检机抄袭，经过台大学论会审议，认定抄袭比例伤悬，决定撤销郑文灿的学术学位。国家图书馆找5早起9点已经将论文摕落来。我会坦然的接受，虽然有遗憾，未来应该建立起一套对这些问题处理的标准。学伦的审议可以从道歉、修改论文到撤销，不同层级的这个做法。为下论文事情，我已经声明过了，谢谢大家的关心。予台北大学撤销博士学位的民进党立委蔡小英也真低调，正检举郑文灿论文涉嫌抄袭的前新党市议员候选人游志斌找5指控国安局长陈明通伫台大指导的论文中有高篇论文甲国相共。国民党团要求陈明通对外涉及，也爱知影进退。为什么不敢针对这100多本没有公开的论文先行做调查？一堆未爆弹在那个地方，你教育部明明知道有问题，然后你退缩，不要这边怎么退缩？教育部立场非常的清楚，但教育部还是不要说，为什么不要因为有个案，让台湾的学术好像从此就进入国家的管制？教育部长潘文忠讲，目前请公司的大学校长会伫大学主持的前提讨论处理机制，也要伫明年1月校长会期讨论。潘文忠也回应，到今还未收到郑文灿所适应的诉愿申诉。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第3选区的立委补选这乌道议题吵个正烈，国民党的王宏伟质疑民进党吴怡农是前国籍国分黄成国伫咧背后咧操作的，请吴怡农唔敢建议党中央甲黄成国开除。吴怡农表示，这民主政党有一定的程序爱行。另外，王宏伟也提出核2、核3枪延后对役想法，这也互吴怡农批评讲，这政策袂当干那换口号尔。日前甲民众活动，国民党立委补选参选人黄宏伟车过出席信义区行政大楼开幕典礼，针对选择一进前集期，民进党参选人吴怡农是前国籍顾问黄成国的家里，而且佫讲有乌道背景，请吴怡农敢加建议民进党开除黄成国。吴怡农车衫也伫面册发文，呼吁党中央说明立场。政治不是很爽的，民主政党、民主政治也是有程序的，不能因为对手阵营，不能因为国民党的指控、国民党的抹黑，我们就开始左开除一个党员，右开除一个党员，这不是我们的做事方式，也不应该如此。这不是我喊话，是吴怡农自己对党中央喊话。吴怡农他的那篇脸书也是这个发好玩的吗？还是发心酸的？另外，之前黄宏伟讲要对国际趋势，以支持核2、核3枪延役，这个想法嘛受到吴怡农批评。政策跟政治不是喊口号，我们不能靠喊口号来决定我们的政治方向。我从这个礼拜开始，透过每一个政见发表会一项一项的跟大家报告。美国、日本、欧洲、南韩都有把这个核电厂在做研议，这是不是跟国际接轨呢？所以吴怡农先生，当你说我是口号的时候，我先请你做功课。针对乌道议题，民进党团也建议要修正《公职人权选拔法》第26条，规定牵涉到乌、金、青、毒的人未使参选。黄宏伟表示，民进党讲要扫乌，同一天内政部长徐国勇就讲要落台，批评这是一件离经的代志。记者郭宝坤从随台北报道。各路名警官高层伫苏秦交泰所出一集，这警大校长陈德文伫风波了后的头一届出面，强调去到现场是为着要收集情报。那警专的校长张国文也讲，当初去参会是甲当人鼓励，认为无啥物无妥当的所在。也因为这警察界发生一款的风波，这望请馆长陈志汉。进前就讲，这警方甲乌道交结，唔敢办案。警政署长黄明昭是强调，这拢会办到的。
请问你跟林炳文是怎么认识的？朋友介绍的。你去过几次？就这一次。你去勤收吗？是。是吗？那你为什么不先报备呢？所以你现在在这里胡说八道，谁相信呢？不是胡说八道。警大校长陈德文伫将来所风波了后，初五头一遍公开出面，面对立委质询，伊讲是收集情报资料，接甲龙麻林炳文进出私人交泰所。警专校长张国文嘛牵涉到不当场所，不过伊认为迄个时阵去并无妥当的所在。因为那个是一个餐会嘛，我想说是为同仁打气，替他们加油，所以我才。那你这个行为，你觉得适合吗？我并不认为我不适合。你现在还是会再去，是不是？不会去。少年线有高阶警察出入交泰所，闹出警机争议。立委追问调查进度，尤其是陈德文的案件，已经过1个多月。内政部敢若讲警方也搁咧调查，警察纪律一直突袭，警方甚至互人质疑是不是遭受压力，唔敢办馆长枪击案。我这里郑重的一个否认，警方不可能会受到这个黑道帮派的一个施压。我们绝对会侦办到底。警察界伫直播庆声馆长单机案控诉警方甲乌道交结，互枪击案幕后主嫌也逍遥法外，卷入乌金的争议。警政司长吴明昭搁再正式反驳，声明严格查到底，只是警界争议一个煞一个，无论是警机审查，也是刑案侦办进度，拢是社会检视的焦点。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国防疫要开始放令，这航空公司也陆续公布这旧历过年所增加出来这航班。目前12月1月上海桃园往回机票，大概爱15000多块的这人民票，台票算起来差不多是7万块，这是有史以来上介贵价数。但上也是希望讲这小三通上好赶紧重新来恢复。各过5个月就是农历春节，两华航空公司伫最近也公布春节期间航班。大商发现，为12月开始，上海到桃园机票拢起价，一张经济舱来回票都要7万外。有人怨叹，互人当作是潘啊！若是一家4人想要登台湾过年，敢若是机票都要开车10班。返乡过节的机票涨得非常的离谱，因为现在可能航班少，因为航点也少，是否也可以能够让小三通可以起来？因为呢，小三通可以相对的费用降低。剩北京、上海、厦门跟成都，那会有个状况是，你就这4个航点在飞的时候，第一个班次少，因为还有个现象是，台湾飞过去的飞机在大陆会做倾销的动作，规定说台湾飞过去的飞机以后，你还在消毒，要等4个钟头。对于业者分析，中国虽然开放放零防疫，但过班机落地，旅客离开了后，依然维持高规格清销作业，所以常常延误航班。航班无法度消化，都被取消。地数航班拢无够，对大商发声，希望台湾政府应协调航空公司有较相对合理的票价，交通部承认有困难。因为它航空票价是世界性的，尤其国际的哈，国际的很难，因为你比如说你把它降了，可是北航公司这个不降哈，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部分就由他们按照这个量哈来做一些调整了。另外，对春节要到位，面对大量回台国人甲规划出国的旅客，桃园机场是不是容量充足？交通部回应，世界各地地勤伫疫后拢是慢慢恢复。台湾伫疫情期间，离职的地勤并无多，算是冲击也较细，量能应该是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国内伫今仔日增加10209个本土病例，是222天以来上介嘅病例数。指挥中心宣布，对明年开始，这外国人若准备地健保伫台湾确诊，这医药费用爱家己来负担。另外，讲到这旧历过年期间，台商返来到台湾，敢会严格管控咧。指挥官王必胜强调，会重新启动居家检疫，不过会看中国疫情随时做决策。新冠本土疫情继续降温，初5拜一增加10209例本土病例，创222天以来新高。中重症有29例，死亡有22例。另外，顶礼拜病毒定数也出来，本土犹原是以 BA.5 上侪，占9%，也毋过各检出3例新的变异株，分别是一个 BQ.1 加2例 BA.2.75，累计本土 BQ.1一共3例。国际上目前看起来是 BQ.1有持续增加的比较快速，XBB 上涨的比较慢一点，所以推测有可能 BQ.1会比 XBB 更容易成为下一波的
主流病毒株。另外，即马规定，民众伫国内确诊了后，隔离治疗期间的相关费用，部分国籍拢是由政府公务预算支应。不过，因应入境旅客人数稳定成长，指挥中心宣布，明年元旦起外籍人数，各无健保身份的人，确诊隔离费用将由确诊者家己负担。那他在确诊之后的所有的诊断啊、诊断，还有这个的一些相关的费用啊，或住院的这些费用，那都会由个案自行负担。中国防控开始放量，有专家警告，中国疫情恐惊还出现一波大流行，时间点可能落伫农历春节前后，真可能透过台商反台影响台湾。对此，指挥官王必胜指出，考虑咱国民众目前疫苗注射率对台湾冲击应该不大，所以为中客入境提出检疫。也考虑到他们回来的这个人数哈，因为航班点的关系，可能不是这么多，所以应该不会考虑到恢复到所谓的要居家检疫的这个部分。王必胜强调，春节期间敢会针对中国入境旅客采取特殊配套，因为还有一段时间会先观察中国疫情发展，才以实际状况做最后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要去到美国设厂房，初六要举行移机典礼。美国总统拜登也甲商务部长雷蒙多拢会出席活动。有分析师认为讲，这台积电去到美国设厂是受到压力，因为地缘政治所安排策略。特别是移机典礼时阵呢，这美国商务部会当直接接触到台湾半导体供应链厂商，这才有可能会利用这机会，甲资源拢规划放弃。将以台港的大公司台积电会伫台北时间初六举行美国厂移机的典礼，重要的客户拢会去参加。美国总统拜登甲商务部长雷蒙多拢会参加。有民代指预讲，台积电台厂本地按算2025年量产2奈米的制程，即马传出美国厂可能甲台湾同步量产2奈米。若是成功，台湾可能会失去关键技术的地位。至于政府敢是已经签对台湾半导体不利的秘密协议？现在种种的迹象，尤其是赴美建设先进厂的速度，其实比我们还快。有没有秘密协议可以斩钉截铁的告诉委员？没有，这个是我们台湾工业实力的那个对外的这个扩展。外交部强调讲，经济部拢有密切沟通，台湾有完整的产业链，嘛有其他的国家无的条件，袂烦恼半导体产业会去予其他的国家投资弱化。产业分析师认为讲，美中科技战，各国拢意识到半导体都要伫家己的国家建立完整的供应链。目前台湾先进的制程也是有优势，伫美国设厂，嘛有可能因为地缘的优势，摕到大公司的订单。如果能够被这个苹果那么相关的一些产品，那如果能够包下的话，那其实对于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晶圆厂的一个产能利用率，那么将会有相当的一个益处。不单单是让美国去掌握台积电相关供应链的名单，甚至于是说这是一个活生生接触的窗口，这是一个非常有策略性的对台湾半导体产业链的一个金根蚕食。有分析师讲，美国计划性对台湾半导体产业招商，是国安顶级的议题。全世界半导体的人才有限，台积电去美国设厂了后，可能会加速人才外流。台湾半导体产业供应链甩为外国去，确实可能会互各国生产豆豆失去优势，面临真大挑战。记者综合报道。在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南美洲国家哥伦比亚礼拜时阵发生水崩山，造成3个人死亡，20人失踪。因对8月雨季到达，已经超过270人因为天灾来死亡。另外来看，这南非的约翰尼斯堡有民众伫咧河边进行宗教仪式，却因为这大水来了伤过紧，一时走袂赴，造成14个人死亡。救援人员抱起少年女性冲向救护车，大型机区来到头石流灾区进行开挖。南美洲哥伦比亚西北方城镇普韦布洛里区礼拜日发生头石流，造成经过粗暴路段的巴士、奥多拜甲车顶的乘客风淹埋，其中包括一名只有7岁查某囡仔。救援人员当全力搜索。poder lograr rescatar más personas o confiando en que sean más las personas que estén vivas en este momento. 风淹埋的巴士是由西南部城市卡里发车载25名乘客。根据生还者的讲法，代志发生迄当时，巴士司机捌想要挖窟陷土石。当局表示，哥伦比亚自今年8月开始，雨季是40年来上严重，造成几啊件意外，超过270人死亡。
画面来到南非约翰尼斯堡，救援人员带搜救犬伫水内用行，想要找到因为大水死亡的民众。进前一场大雨引起造大水，造成伫佐克斯开河边进行宗教仪式的民众死亡。官方情报显示，有33位信徒参加这场礼拜仪式。目前已知影主持仪式的神职人员无罹难。事发迄天找到2具尸体了后，进行搜索时阵是找到另外12具。救援人员也在核对，敢是有漏交的名单，也毋过也讲生还的机会真细。当年的9月到隔当年的5月是约翰尼斯堡的雨季。定发生河流水位涨起来，因为当地宗教团体惯势伫河边进行洗礼甲净化仪式，所以这已经毋是南非头一件。有信徒伫河边做礼拜时，互大水冲走。当局表示，会加强宣导民众伫进行河边活动的时，一定要注意安全。公司新闻杨元编译。讲到罗西亚拍乌克兰的战争到达已经超过9个月，因为罗西亚军队一直攻击乌克兰的基础设施，这寒天到位，民众是真歹过日子。外界拢伫咧批评这罗西亚故意把寒天当作攻击乌克兰的武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呼吁民众要尽全力度过这个寒天。美国是认为讲，目前这战争已经渐渐掂落来，但是双方真有可能准备伫咧春天的时阵进行反击。徛在起火的大火烧未停，受伤的人入去救护车，互医护人员治疗。初三暗时，俄罗斯对乌克兰抢夺转去的赫尔松地区展开攻击，至少46解，造成徛街区大火，民众死伤。乌克兰的基础设施过去几个月一直受到攻击，造成停水停电、无暖气通用，互民众真歹过冬。外界批评俄罗斯甲冬天做武器，打击俄军甲民众的士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向民众发话，要尽全力度过这冬天。Ми ж маємо зробити все, щоб вистояти цю зиму. Як би це не було важко. Вистояти, і ми вистоїмо. Вистояти цією зимою – це відстояти все. 泽连斯基表示，虽然俄罗斯有军事优势，也毋过乌克兰人有对方无的物件，但是保护家园的决心。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伫雷根国防论坛讲到战争的代志，表示即马已经有缓和，也毋过有个双方拢咧准备伫春天做反攻。We expect that, frankly, both militaries are going to be in a situation where they're going to be looking to try to refit, resupply, in a sense, reconstitute, so that they're kind of prepared for that counteroffensive. 外界关心俄乌战争是毋是当用和平谈判来解决？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俄罗斯人权组织纪念的联合创办人之一谢尔巴科娃认为，即卖解决方案是用军事解决，外交手段会伫战争解决了后发挥作用，也毋过暂时无外交解决的方式。Aber diese Entscheidung und diese Diplomatie wird sich nur dann einschalten, wenn Ukraine glaubt, auch sie hat diesen Krieg gewonnen und kann ihre Bedingungen diktieren. 谢尔巴科娃认为，代志袂转去到侵略战争的状态，这场战争和真济代志甲过去无共，无法度去转去咯。伊嘛认定，只要俄罗斯有关是普廷政府，都无法度用外交的方式结束战争。公司新闻台宋平玉。新选调的台北市长郭文哲早起，新选调的台北市长蒋万安早起去到市政府和市长郭文哲交接。这郭文哲列出24项列管事项，也要提醒蒋万安讲，这台北市的财政有关是真困难，要认真做才获得改善。外界也在关心这市政团队名单，蒋万安强调会搁再找时间对外公布。另外，针对有争议的大巨蛋，蒋万安讲，伊上任1年内就要让大巨蛋完工启用。台北市长当选人蒋万安甲台北市长郭文哲送的社会主体装书接落来，蒋万安也以音乐会的门票回礼。找5蒋万安团队甲台北市府进行市政交接讨论会，郭文哲讲，未来市府会拄到的问题，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政令摊牌。另外，大巨蛋的问题也考验新任市长的智慧。最困难的应该是财政纪律，因为这要很大意志力，因为大家都很想讨好大众，所以很容易。用钱就会比较松了，那还是要交代哈。第一个欠债是要还的，第二欠债是要缴利息的。我一上任就会面对包括跨年晚会、春节以及明年台湾灯会在台北柯市府相关好的政策，我们一定都会延续，同时也会进行滚动式的检讨。
30分钟的关门会议，由现任副市长裴振升报告24项府级重大交接案件，包括社岛、大巨蛋、社会主体多次更新等等。更较详细的业务交接，会搁再由裴振升参主办团队的立委林奕华安排。另外，外界也关心主办的内阁名单会伫什么时阵出炉？如果大家有煮饭的经验哦，这当中不能把锅盖一直掀开，一定是饭要煮好，甚至要等久一点啊，再把锅盖掀开，饭才会香。主办对内阁名单无愿意讲好明，伊也讲希望国务队会使加做伊未来的市政顾问。过邀请国务队伫下年活动做阵讲台，国务队现场针对这2项邀请拢无明确答应。记者郭本长随台北报道。2022嘉义县长选举，这民进党的洪忠良赢对手7万多票，成功连任。不过，这无效的票呢，也万多张，废票率是3.9%，平全国平均2.5%是搁较悬。所以来这嘉义市长选举，敢会发生共款这废票率真悬的情形呢？外界也拢伫咧关心。今年嘉义县长选举投票数有284490票，其中无效的票是11196票，废票率有3.9%。中正大学学者认为，嘉义县会有这款的结果，可能嘛是选民对执政的民进党甲挑战的国民党相比拢无满意的反应。一个所谓的能感，就是说他就用脚投票嘛，用脚投票的意思就是说啊，他就不去投啊，反正我那一天就走就离开啊，不要去投票所。可他不是哦，他是到了投票所之后，然后理论上、合理上应该是。他就选一个人嘛，可他居然盖2个人哦，那这样子一个现象，其实我觉得还是值得持续的去关注。针对嘉义县出现废票悬的情况，现任的嘉义市长黄敏惠表示，虽然进前选举嘉义市无选市长，不过其他的选举废票率只有1.9%，表示选民对目前的施政有满意。民进党嘉义市长候选人李俊毅嘛表示，县市两边的状况无同，对选民真有信心。面对未来，我们还规划了我们未来的施政蓝图，请大家在12月18号一定要出来投票。嘉义市总共有84个里，84个里我已经都在这一次的选举中都走透了就是一步一脚印的，让大家更了解我们的政见。12月18日，嘉义市的市长选举搁存10多天。黄敏惠暗算初七开始请假要来投入选战，李俊毅嘛继续办活动，争取选民的认同。两边拢呼吁民众爱出来投票，决定嘉义市未来的发展。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伫台南，这连角鸟服务是真成功。今年发现到2600多只连角鸟，比去年增加300多只。不过，曾文水库的脱水率不够3成，也要来实行这暗时减压送水。保育团体也烦恼讲，若阵这连角田无做，会影响到连角鸟的生存。另外，高雄水情是正常，不过高滨溪川流量大降，会搁在乌八口井准备继续送水到台南支援。台南高电保育园区内底连角鸟真自在，伫遐找物件食。经过几啊年生态友善的耕作，积极保育，这规片种连角的所在已经变作因的栖地啊。青春过后，我们就会开始种植四角林，所以现在农民包括我们都开始烦恼说，到时候会不会有水？尤其现在的水情已经告急了，闪黄灯了。虽然连角鸟的保育目前数量有逐年咧增加，今年比去年加351只，不过台南的水情是真暗。唔但影响因的栖地，就连种连角甲稻啊，嘛恐惊会受到冲击。若无放树啊水，我连角嘛免栽啊。我嘛无水塘去栽连角，无水塘栽连角，水雉鸟它的栖息地势必又会减少更多。那如果112年了一起做，又要配合政府强制停灌休耕，然后113年。又会轮到大区轮作，等于是会有4年的一期。其实，在台南地区种植的面积会大幅的缩减。甲台南水情显示为顶来比，曾文水库的欠水率是无到3成，也若高雄水情是维持正常。不过高滨溪的水量流量降低真济，提早营养大水期，除了差不多有70万吨优美的水资源会当供应，嘛会搁乌8井来为科换做准备，持续支援台南。我们会支援它，这个是。相对来讲哈，因为他们除了说在讨论说是不是这个稻作的休耕之外，那再包括水源的互相的备援，这个也是在这个我们讨论的范围里面。台南陷入欠水的危机，农政甲水利单位拢真积极来应用。唔但咱人会烦恼无水通用，
车地因为欠水，规矩就要来临，当然保育类的鸟啊、连角鸟嘛可能会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每一个囡仔拢会当食到石斑，答应食4届做袂到。这农委会主委陈吉中即马是改话讲食好食材，而且表示这专案计划改名袂伤困难。渔业署表示，这专案还袂改名进前，也是爱照合约来行，买石斑互囡仔来食。咱来讲到这本地政策是想要协助这石斑养殖业者渡过中国禁止出口难关。不过，渔民却认为讲这政策甲产地状况是有真大差别。那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做法哈。7月2日，行政院宣布9月新学期班班食石斑，每个月食1届，拢总4届，是互学生囡仔食到在地好食材，搁解决中国禁运的问题，变通的做法。无想到3个月后，农委会坦白讲，食4届是做袂到，敢来当改食石斑以外的好食材。学校午餐吃石斑的经费来源本来就是可以用在学校午餐的任何食材，那相关的办法里面的这些名称，其实修改是很容易的。依合约来讲，还是要照合约来走。那就是只能买石斑鱼。是。想要改买好食材，偏离6亿的学校午餐采用国产品石斑专案计划，都爱改名。虽然农委会有解释，讲这是工会维护，也加工较复杂所引起的。不过在野党立委是认为，袂当讲跳票就跳票。不能跳票的事情就是不能跳票，不要因为说觉得只是吃个石斑没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诚信的问题，是以身作则的问题哦。中国无买台湾石斑，国内哪会欠货哩？渔民是讲，石斑长久以来都是转鱼供应，差不多1斤至1斤半。不过供应午餐爱无饲取鱼片，鱼啊至少爱4-5斤大，无符合饮食甲供货的惯例。2-3年，大家都可能大家有资本都较侪啊，股份2-3种到迄个物件出来啊，是咧。台湾到3档遐是了问题，但是伊无算着讲要互学生仔食，爱较大好个鱼啊啦。渔民感谢政府的照顾，立意良好，毋过甲现实有差。鱼源不足，细尾鱼啊歹加工，政策敢若会当微微调整。为了救石斑出招班班食石斑，结果食到几届拢无共。当初想要两全其美，即马无法度两全，伤着家己的名声。记者综合报道。通知投入200万的预算，要来推动这租顺环保系统。不过，超商统计只有1成民众愿意使用，效果无讲真好。这环保团体也建议讲，要增加会当照的地点，而且无提供免洗杯啊，民众安尼先的接受度就增加了。今日超商来一杯咖啡，根据环保署推估，台湾每年免洗杯啊消耗量40亿杯。不过，针对超商推循环杯造就，真侪人烦恼清洁问题，接受度唔是真高。不实用，对，我觉得这好像比较不会是。对呀、还是会担心，就对。怎么说？因为有没有洗干净啊？有没有消毒？就是还是会有那种卫生问题啊。对啊，因为你也不晓得店家是不是真的有帮你做好消毒清洁这样。对，所以还是会偏向自己准备杯子，不然就是那种还是会买那种一次性的。桃园去年成立都市法通过桃园市发展计划绿色城市自治条例修正案，市府今年循环杯预算到200万，不过根据超商统计，只有差不多1成人愿意使用，互人批评成效无好。那今年也扩大办理，有新增的中立区的6个商圈的饮料店业者，共计有40家的一个业者。那我们的使用人数也破万人数了。在密集的商圈、密集的夜市，他就不会觉得麻烦。我逛好夜市，刚好把饮料喝完就还。就是说，你在一些可行的地方，你就不要让民众有选择使用免洗杯的一个选项。看守台湾建议循环杯使用爱扩大密集点，甲唔通有免洗杯啊选项，这样有效推广。环保局也表示，目前增加绿色相关推广，40间店头响应，也请专业厂商清洗，进行完整的清洗作业流程。循环杯使用概念，甲伫小吃店用唔是一次性餐盘的概念是同款。最后是希望民众以源头养成家己早杯啊消费习惯。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全国基本竞赛第昨结束啊！今年呢有新增加一个比赛项目，就是本土语言的读者剧场。港帮的学生囡仔爱合作，伫母语对话情景内面读剧本。透过这款的方式，希望学生囡仔会当把母语变作是生活语言，唔是为着比赛才来学的语言。
变讲这声随着奖，哎哟，着啥物奖啊？着你的白读啦！手提剧本用台语演出学校内底的故事，声情到发音正，因是台北市南港国小6年的学生。想要互伊伫个学校最后一年会当去外口看看的，看别人啊，甲别学校去做交流。用台语交流，老师讲的交流机会是全国基本竞赛今年新办的本土语言读写剧场比赛。这个港班的学生经过各外国的练习，随时得到全国第优。就做欢喜的，佮嘛做感动的，就是咱遐尼过来伫练习，安尼就第一名，安尼做欢喜的。阿公阿嬷是。阿爸母拢会讲啊，因为因是南部的人，所以就是平常时国语甲台语拢定定讲。读写剧场强调用对话的方法，互学生伫日常情境内底讲本土语言，嘛透过评审提问，互囡仔毋是干那会晓背稿，佫着会晓使用语言。透过咱讲囡仔即个演戏对话的过程，因可能会感觉讲台语是一个足趣味的代志，吼啊。可能希望讲，因为透过安尼比赛，有愈来愈侪囡仔会当来参与。本身嘛是台北市本土语教育辅导团调集人的张家芬表示，这个比赛限定港班报名参加，可能嘛会当带动伫班上讲本土语言的气氛。记者林书霞、桂林台北报道。学区内底真侪家长想要甲囡仔送来遮读册的新竹市关埔国小，不过这校舍也未完全来起煞，这预算着对本地2亿3千万追加到13亿8千万。伫选举期间也引起外界讨论。立法院的教育文化委员会今仔日也来考察，连面上任的市长辜鸿安也来到现场关心。关埔国小位伫瓦金新竹科学园区附近，冇袂少新起的大楼，吸引真侪家长想要送囡仔来遮上课，煞嘛造成学生数量对原本一班29人增加到35人。不过准备开30亿经费的学校，却无规划运动场，引起立委关心。关埔事实上，它的规划因为已经整个定型下来了，所以对于空间不足的状态，它之后是不是能够有展现的空间，几乎是微乎其微。因为这附近的就学龄的人数实在太多了，所以关埔国小似乎没有办法去加以容纳。那么接下来就会碰到我们在这附近是不是有可能再开办另外的一个学校？新竹市长董选林高鸿安表示，一间学校工程预算开价13亿，却欠缺学生运动空间。上任了会赶紧研议来解决问题。其实不管是在工程预算上花了10几亿，那工期的部分遥遥无期。那也看到了在学区爆量的情况下，这一间国小在一个非常人口新兴的区域，却没有办法满足附近的家庭学生的就学需求。也希望教育部未来在对于这些相关的，不管是我们在关埔国小的这些体育馆的增建的工程的补助的部分，都希望能够来尽快的来配合。关埔国小目前规划60班，拢总87间教室，包括行政大楼甲图书馆、体育馆、参景馆工程部分是做伙招标。教育处指出，未来会使看状况来做调整，用在予学生有运动的空间。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中华县政府拍算要伫咧新港起一个中华县头一栋的青年主体，规划到达2年外，抑阁放伫咧远。中华县政府表示讲，因为本地所编的工程经费6亿6千多万，也因为这关不了起价含欠工问题，工程费用追加到8亿1千多万。若准顺利招标，希望明年2月会当来开工。工人当伫顶房无啊时间，虽然是中华海线的新港乡，也是有袂少竟然当伫赶工，也有袂少拄啊完工的透天厝。只不过伫长辈间内，烦恼买厝对少年人来讲是愈来愈困难。敢若趁月计要食要囡仔要开食用要读册创啥，就足困难的啊！大家嘛是有通大有人有法度通买上好尔。这对少年头家才拄啊大学毕业，转来到故乡创业半年，两个人开一间小店面，想要欠钱买厝。啊，不过市区的厝价互因唔敢想。虽然县政府讲要起青年主体，不过新港这个所在较庄卡，一直到即马拢也无消息。因讲已经无伫5万啊。
感觉好像停滞了，不是？好像没有听说有进度啊。我还是会比较想要往那个都市那边靠啦。目前我知道是没有什么吸引的点啦。这片中华新港八甲中卫区内面积2.12公顷的用地，就是中华县头一栋青年主体预定地。县政府按算敢若卖无要租的方式，分作4期，第1期户数都有189户，不过经过3届招标也是流标，为2020年规划到即马将近3年啊，到即马也是伫拍远。县政府是讲已经重新检讨，总经费为6.6亿提升到8.1亿。今年要招标的时候，因为整个营建物价跟人工建筑成本的单价都提高了啦，所以我们就是有针对总经费还有每一项单价去做一个重新检讨，这样。负责规划这片的县政府干部处表示，已经调整工项内容，预定后礼拜上网络招标，若做顺利完成，预定伫1月底发包，明年2月开工。工期预定都要搁开2年半的时间，不过会赶紧加速行进。记者综合报道。国立台湾博物馆最近正有一项真特别的展览，是参台湾电力公司合作，用日本时代画家的视角来看电力发展到达，还有能源永续等等的议题。水源地附近，这幅图是画家陈丁波描绘日本时代水源地内底电火跳的景象。透过画家的笔，看到20世纪初期台湾进入现代化的历程。台博馆上新的导电生活，台湾电力时代样貌特点，和跨界人物电力的演变故事，嘛呈现出进步的代价。例如举例来说，前几年日月潭，我们不是旱灾嘛，然后水位下降，然后就看到独木舟出现啊等等之类。其实那就是以前少族人他生活环境啊，那只是因为1931年大家盖日月潭水力发电厂，那边就淹掉了等等之类。对头一拍电火、电厂甲电网的设立，搁到能源开发，这项展览透过60挂件的展品、160挂笔珍贵的影像，呈现电力到台湾土地上的演变，嘛呈现出永续发展、力量等等的议题，互民众思考。一直以来，我们都一直在谈所谓电力带来给我们便捷的生活啊、方便的生活，或者是进步、象征进步和文明，却隐含的有这样的一个。我们今天看起来意想不到，也难以理解的一个样态。这届地点规划主题，还有电力的供应需求、电力成本等等，透过电力监测装置，传达咱的需要，嘛对照成本，让民众认捌过去，反省当前。记者田文丹报道，台北报道。伫咧罗西亚南部的海岸，最近出现真侪只海豹尸体，有2500多只遐多，唔是人为，也唔是受人攻击，这死亡原因也等咧调查。俄罗斯南部达吉斯坦主地共和国的里海沿岸大量海豹龟体获应冲上岸，总数已经为初步统计700只，增加到2500只，经常互人惊吓。里海环境保护中心表示，初步检查发现并无暴力攻击，也是倒拉现象，真可能是自然死亡。也不过详细原因也有待进一步的调查。Высока вероятность, что при отсутствии каких-то физических повреждений это все-таки какой-то патоген, но необходимо проводить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тому что разнообразие вирусов, бактерий, которыми они могут болеть, достаточно большое. 环境官员表示，这个海豹可能伫2礼拜前就死啊，已经为因的身上出样本去实验室分析，确认死因。渔业局的专家甲检察官也沿着海岸线收集各种样本进行化验，也未发现任何污染物。里海是全球上大的来路水系，甲俄罗斯哈萨克、亚塞拜然、土库曼、伊朗等5个国家相接。过去10几年来，因为过度滥捕甲工业污染，里海海豹数量真经减少，已经伫2008年放列入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安培署的濒危物种名单。哈萨克今年也至少通报3件里海海豹大规模死亡的事件，目前拢讲是自然死亡。里海环境保护中心估计，即马里海海豹族群大约是7万只。比1个世纪进前的100多万只就真侪。公司新闻是非常便宜。带观众朋友来看明仔载天气。嘉南到新竹对16度到20度，苗栗到云林对16度到26度。嘉义到屏东对17度到30度，
宜兰花莲台东对16度到25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1度到21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夜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1点咱再相会。